拢袂吃会困，我生命来强啊要啊哦，这个天的炎嘛滚啊。英国广播垃圾哦，是台湾主要的大众媒体迄个时代。那电台主持人在前有发挥的艺术嘛，敢若大众的精神。其中一个名播音员郭建中，伊若是广播的歌星，也是名作词家。离别的誓言，看破你一人，这好听的歌谣，拢是伊的作品。咱大声先来听伊的好朋友，广播金钟奖特殊贡献奖的得主，原来是名主持人的丁文琪先生，讲起因双人交陪往来过程。这个地啊的野地啊，咱规世人拢是做电台啦，但是伊唱的歌，你讲七里啊调也好啊，离别的誓言也好啊，拢嘛真唱，尤其是伊作词，哇，迄真正能力真好。伊做的歌应该拢是甲伊迄句生活的环境本身伊的处境有关系。比如讲离别的誓言，这听起来足感动的。迄句甲因太太离婚，离婚了后呢，迄囡仔，伊安尼伫咧身躯边安尼带出去做暗会，非常的感慨感伤来写迄块歌。七里啊，我听你讲就是讲，佮拢咧行酒家，拢咧行酒家。去收集的，包括台北兄弟，所以讲伊并毋是讲像较专业的迄个作家，我作词，我要摕来卖人，拢无啦，拢是甲伊当时生活的情景有关系所写的作品。甲伊做伙的时阵真正就是安尼笑话连连啦，伊足好讲笑话，佮有动作，咱看得出伊敢若爱脑壳咧，嘛算属于缘投的，真潇洒。伊作风飘撇啊，所以讲，阮大家讲，大劫，歌大劫来啊！你是阮心目中永远的大劫。虽然即句你算年纪老迈啊，也阁伫电台咧主持节目，实是足无简单的，也阁是遮尔啊潇洒。遮多个安尼，唱歌足好听，这就是歌建中，就是。歌大劫，伫阮广播界呢，或者讲你的歌声，拢留下非常精彩的一页。不过呢，伫一生当中，当然你的故事波折，真正上介多，讲互咱的朋友来分享吧。你路远，思念你的情如深。人生离合本无常，无非是天安排。闹真是甜蜜蜜。开始心悠悠，如今又是人两世，请你爱会记离别的誓言。离
本无常，无非是天安排。道心是甜蜜蜜，离别时心悠悠，如今又是人两世。请你爱会记，离别的世。道心是甜蜜蜜，离开时心悠悠，如今又是人两世。请你爱会记，离别的世。欢迎大杰，也是名作词家郭建中，欢迎一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吼，我是郭建中。我看到你迄个离别的世界的曲盘啦，你甲所有遮的播音员写一寡话咧拜托，讲我的专辑要甲我报啦。有谈才请啦，郭大杰，对不？对。迄连写你都感觉你足潇洒。嘛，迄个唱片出来，嘛是无趁钱。刚开始人牵你去，招你讲去跳舞、去唱歌、去食酒，迄个时阵你播音已经真出名呢。播音员敢无原来有一个社会地位？啊，你敢无想讲去遐敢若怪怪？若行迄个酒家吼。是我无啦，啊，就迄个田秀我咯，因翁婿啊，我都铁子啊，啊，伊就算讲甲我好朋友啊，啊，就是伊甲我拖拍的，伊若要酒家就建了啊，几点咱小等来倒一间啦，伊有酒家叫行甲无酒家啦。酒家男这条歌，敢是伫迄个环境写出来？啊，就迄个。文琴同学叫做经验心嘛，啊有一天招我去日本啊料理，爱坐落时，伊讲一句话啊，伊讲啊，即马拢来做酒家人，我听到安尼吼，酒家人，我随便写起来，啊拢讲到烧酒我会惊，爱资料过来，啊我哪写，啊就甲写起来。啊！你哪写哪嗨，melody就哪出来啊？编辑了，转来咱就是爱练嘛，啊，练啊就灌一个唱片出来，内底有72啊条啦，细汉迄当时啦，酒家人啦，内底拢歌拢条条啦。啊，文琪兄咧讲的啊，你做节目为主，这拢家己生活的经验，自然就写作歌。对啦。啊，电台有这个翁明因阿兄教我足好，啊，我就是若每要拜6个礼拜吼，伊拢会去高雄招我，啊，我迄阵住喺高雄嘛，啊，伊去就举来吼，啊，就伫遐唱歌，啊，咧卖药啊。啊，前辈你是啥物环境吼？人甲你引进，带你去广播界？这有原因的啦，我做囡仔兵嘛。啊，我退伍都20岁，啊，20岁，阮大姊就是咧杨丽花遐咧做歌戏，伊拢做老生啦，
做风太后迄啦，伊甲迄个电台王丽华、阿丁拢诚好，伊才转来想，阮这小弟安尼退伍转来啊，无啥物头路通好做啊，无即个可能敢若读条安尼吼，去公布改好啦，所以引荐我去阿丁、王丽华遐，就因甲我牵出来。好，还做播音员，我毋知讲做播音员是无简单呢。是安尼讲无简单。初入去电台吼，爱坐喺外口，听电话。喂，好，你要听什么歌？好，你写起来。淡水李炳辉，李炳辉较早还未出名嘛，逐工都有李炳辉。有一天，我就到王丽华上班，偌忝呢。早时8点到10点，下昼时2点到4点，暗时佫10点到12点的节目，就安尼说王丽华阿星，所以说拢拍甲无看人啊，我说王丽华，王丽华甲我讲一句话，讲你来电台是要创啥啦？你毋坐咧播音，干那伫咧听电话，讲坐咧啦。哇！我讲我坐咧是要安怎讲安尼？我后尾坐咧就甲你坐咯。民国58年入去嘛，58年当中啊，就叫我坐落去，讲迄个高飘的，听到高声，想到高飘，延平北路第9间，高兄烟头安尼啦。迄当中电台足落后的啦。连咪佫放高声，连咪来个广告安尼，迄个制度，坐较紧。了后就是3年4个月，我就家己出来创作一个罗岗天地，甲陈顺荣，阿东啊，宋景林，咱迄当中就戆打啊，但是到路尾才想咱毋对。咱迄阵就迄讲，叫一个财团来互咱靠，是讲人古早的播音员，当然啊，高飘服装行、盛泰服装行，有其他的这个药品，摕来安尼，毋则咱会生存呢，袂晓想啦。讲着烧酒我会惊，饮落草脚讲车，每工的代志拢是遐，小妹仔莫讲我是恁阿兄，才袂来拖累你的名声，为什么小妹你会？知影，放阮一个孤单行，啉着烧酒，叹一声。现在的查某嘛无时行，酒家人就是我的命。讲着烧酒我会惊，饮落草脚讲车，每工的代志拢是遐，小妹仔莫讲我是恁阿兄，才袂来拖累你的名声，为什么小妹？知影，放阮一个孤单行，啉着烧酒，叹一声。
现在的查某嘛无时行，酒家人就是我的命。才袂来拖累你的名声，为什么小妹你会不知影？放阮一个孤单行，啉着烧酒，啊，叹一声。现在的查某嘛无时行，酒家人就是我的命。紧来听咱广播界的歌大杰，无听讲听众朋友，你唔知影讲有这个称呼，因为拢同款平平艺界的人互相咧叫的，都是有影潇洒有够遐人，毋则叫大杰。啊，我紧来请教前辈，你是对当时开始讲对音乐啊对作词产生兴趣？我著咧做兵的时阵吼，啊嘛无钱，通我去买吉他，作散的就对啦。啊，人个兵仔伴吼。伊爽有买吉他，啊礼拜日啊，因拢去佚佗，啊我就甲借吉他吼，啊走去迄个运动场边啊，啊我就甲伊摸索，到落尾啊去一个建村啊，啊有一寡囡仔呢，规身拢伫遐，我闪闪人叫讲排骨叔叔，哦今天礼拜天呢，好，我大家坐好。我吉他就拿起来，我讲你们要唱什么？好了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跑得快，啊，个妹妹背着洋娃娃，哇，唱啊，伊嘛足爽快，啊，咱嘛足爽快，啊，你看，古早你来看，连一支这吉他都无三条尾哦。你对音乐足有兴趣，毋过环境少年敢若无遐温顺。无，我今仔会唱歌。我啥物人？我的老师，你知？所有的歌星就是我的老师，我毋捌去学啊。啊无，我迄当阵甲迄个5号唱片、6号唱片，这吴景中老师啊，哦，甲阮拢咧电台啊，逐工嘛咧见面啊。啊我迄种啊，吴景中老师嘛，无发现讲我会晓唱歌，啊，所以我的老师是拢总只歌星，唱互我听的。啊，我想啊好啊，无要灌就来甲灌啊。头一个发现的就是文琪啊，讲伫路边撞到你，敢若听你唱2句啊，就杀掉啊。讲，讲文琪这歌足好听呢。讲你毋知，佮我上知，细汉的月份啊，我知。这个丽美啊大裤带，我唱唱的，佮唱一好听。文琪讲，赶紧来灌手片。好，啊伊算讲。就像安尼会使，都来灌啦。哎哟，无遐简单哦。啊，灌出来哦，险甲害一个险摆骹哦，无效。袂啦，一直到即马吼，人嘛讲你唱歌，家己一个特殊的味。啊，我就是咧讲，毋是干那唱歌呢，你搁连作词原来有研究，迄是当时开始忘起的。有时讲起来，咱毋是专业的啦，但是种有感而发。对，啊，我就敢通讲我的搁较深的代志，200个誓言。这条是安怎写出来？哦，迄当阵才有可能，迄当阵我迄个都太太所以离开啊，啊囡仔拢我咧饲啊，无头无路，想无步啦。啊，当阵毋知点仔想。离开你愈远，思念你的情愈深。啊，人生离合本无常，
无非是天的安排啊。哦，斗阵的时天密密，离开的时心悠悠。啊，如今咱两个两地就讲，你在日本，我在台湾。啊，请你也会记哦。那转来的时阵，咱有一个誓言，就是讲转来的时阵，你嘛在看只囝。啊，我在台湾，我嘛是在看只囝。哦，真坎坷的，过去安尼。你大汉的查某囝，牵来讲有去日本找伊？有，这真正爸囝流浪3000里，总唱了到令我心会酸啊。查某囝我带的，啊偌可怜呢。我就安尼讲，啊嘛钱嘛有限啦，啊另外坐迄个啥物新干线嘛，啊伊讲啊林玉峰你就知啦，啊林玉峰在日本带团在日本，啊伊伫咧大班车头遐等我，啊我就带阮这查某囝，我就讲行，咱就新干线就甲坐落来啊，啊就坐到这大班车头落去，哇！惨啦！啊，那大班车头遐看我是免啊去找玉峰啊啦。我就讲，玉峰有甲我讲一个乌沙加下去哦，遐有一个喷水池啦。啊，我就找一个老大人啦。我讲先生，我恋爱是吗？是呢？哦，乌沙加下去咯，喷水池。有影，你甲讲喷水池？靠遐讲伊啊！讲喷水池人伊嘛讲对啊，用一只跳后壁啊，比了对的对对对，落尾安尼，就看啊，转来就啥，就看破你一人啊。前辈迄个时阵，你去日本，囡仔的妈妈无爱甲你转来，无爱啦，伊迄嘛是行空蒙啦，去日本讲者做转来，人有伊的自由嘛，对唔？咱嘛袂使人管啦，咱甲伊离婚啦，哦，所以我定来咧讲，离婚的人哦，唔能讲这边对，迄边对，我两个拢唔对。离婚的时阵，你有想讲啊，这囝要安怎无？啊，迄个时阵你是足想要挽回，足想要弥补。迄阵啊，我就无想啊，已经挽袂转来嘛。啊，才写出离别的誓言。有啥家己嘛无啥爱听啦，过去啊嘛，人生几何，那就迄个安尼，来个伤心安尼。啊，咧电台偏偏人就爱传即款歌啦，啊，我若放就拢顺细声走去边啊。加在呢，咱今仔的贵人就像去陪这听众，啊，甲咱所有电台这个好朋友，哦，像恁文区长呢，嘛对我真好啊。哦，伊嘛是种啊，看灌相片哦，应甲创看呀，这甲创看红呀，都无法度，你这，付不起的阿斗啦。唔好讲安尼，你的艺，你的才，迄唔是讲别人要甲你付，是确实有重达人。前辈，咱咧讲父子流浪3000里，今仔日我原来请爱你吼，甲你对唱。虽然较痛，不敢讲出嘴。亲爱妈妈，你敢人无听阮的叫你？沿路也曾笑容唱出歌词，希望会当安慰爸爸心内的希望。为着这心爱的人，搬山过岭。
就牵着心爱我的囝，不惊风，不惊雨，不惊风雨，溪水流出阮心声，流出阮心声。忍受风霜，有缘也着行。为着要找妈咪，走几千里。虽然手疼，虽然脚疼，不敢讲出嘴。亲爱的妈妈，你敢若无听阮的叫你？沿路夜曾笑拥唱出歌词，希望会当安慰爸爸心内的稀微。就这心爱的人搬山过岭，就牵着心爱我的囝，不惊风，不惊雨，不惊风雨，溪水流出阮心声，流出阮心声。忍受风霜，有缘也着行。为着要找妈咪，走几千里。虽然手疼，虽然脚疼，不敢讲出嘴。亲爱的妈妈，你敢若无听阮的叫你？沿路夜曾笑拥唱出歌词，希望会当安慰爸爸心内的稀微。为着这心爱的人搬山过岭，就牵着心爱我的囝，不惊风，不惊雨，不惊风雨，溪水流出阮心声，流出阮心声。忍受风霜，有缘也着行。离别的誓言，你家己原来有管，啊，你搁写讲有趁才请，挂大劫，啊是你先管，尾啊黄新龙再摕去管是无？啊，我先管好啊，啊管好，唱片公司就讲，这一寡歌袂歹，我就扣互伊啊。哦，人爱咱就摕互人安尼啦，因要煞转互人啊。哦，咱因为啦，咱毋是咧食迄款饭的啦，啊，咱就要互伊啊。啊，互伊了后，我有记着迄个黄新总长，伊就唱片公司请我去遐，迄有奖的送的呢。伊讲我真爱唱这个歌，讲好啊，啊你管啊，人伊马上就管有啊。伊话咱唱了真好啊。啊，我爱讲实在的前辈，细汉的时阵，我对阮妈妈咧听节目吼，较常听着黄新堂的版的，迄是尾啊大汉才知影讲。原来你原作者搁原主唱，啊原因是安那，咱大家拢咧报黄新堂的版。有唱即摆拢有互迄个播音员咧做广告嘛，当然我放阮送的歌，对吧？爱无要紧，无怪，咱转来转去，逐台若伊摕奖的拢报这条。高雄、石川啊，你知啊吼？
即摆送迄个，我的二伯细汉伊放超30年以上，去高雄迄个拿宝石歌厅吼，好我西装就穿落去啊，人叫我就去唱啊好啊，做菜底嘛无要紧，做迄个小歌星嘛无要紧。我哪有啥物歌？第一去就唱二伯细汉那就会花去啊，别条歌也靠下尾，靠下尾唱咯吼。我迄阵哪会歹去就安尼啊，为着做暗暝要趁钱，靠下尾唱落了吼，啊，就结个马声，敢若一只马吼，骹会夹起来安尼啦，好，大家扑啊吹咯，小费毋才有，我就去当落，无钱通好电台买时间啦，要安怎？我就歌星捌个，叫来灯光、乐师拢来，今早我就我唱一首可爱的马，就讲迄个可爱的马，我叫我选择袂少啦。讲较早偌好赚个，一暗嘛捌差安尼啦，4箍啦。嘛捌去迄个西南，我像人咧选举吼，我唱的嘛，趁到迄个录音带，搁在暗暝我毋敢人趁，暗暝包落吼，我包讲迄暝讲到15万啦，古早，我无人趁济啦，伊为民服务的嘛，好。国政我讲你听，你会惊呢。敢若迄数吼3600块，迄是演唱会，迄毋是暗会啊。无暗会。迄个场面呐，伫迄3条路，高雄迄3条路拢拍开哦。小北啊，较早小北啊吼，拢休困。我一个率领迄歌星去，带阮某妻也去，干那呢？迄场偌大场呢？我讲袂使，我要叫一个较有知名度去主持，空中啦，空白啦，空白气哩咱呀！哪有这个场面遮大安尼啦？咱做的人会感觉样啊。我会感觉讲真好你有知名度，你气哩毋则有效啊？伊气哩讲空大，拼落啦！我伊就哪头赛，气哩咱大家看到空中人扑就吹落啊！迄就是咱那种有一个讲成就感。咱袂讲，我一摊要甲伊趁偌济，要甲伊趁偌济。迄单我若开税讲50万，伊嘛就爱互我啦。无爱讲15万就好啦。趁着好名声，趁着好名声。前辈我知影讲你去高雄，原来交一寡知己的朋友。毋是干那咱家己有受人放杀的作物，平朋友伴唱着二伯的誓言，咱咧孝，人嘛咧孝的嘛。哎呀，离开你路，思念你的情如深，人生日下分无常，无非是天安排，到底是甜蜜蜜。是人两地，请你爱会记离别的誓言。过去敢若是感情创伤，即摆唱着这条歌，搁加怀念一个朋友。对啦，我若想着吼，我就想这条歌，我会流目屎呢。明明这条曲，包含讲周家南的曲，这拢你喊出来呢。照讲应该作曲
原来是以你的名才对，敢毋是？无啦，咱会讲讲，咱甲朋友写的吼，啊，互朋友去徛名啦，啊，写曲的人，咱就互伊徛名就好啦。我袂讲争取这就对啦。我感觉，我的专业就是电台的播音员啦。啊，但是我出去即摆拢毋敢讲我是播音员啦，你知无？啊，播音员哦，人讲时机一歹啦，网络啊线较侪，扣高赛啦。啊，咱咧做甲别人无共款啊。前辈，你安尼歌写的，连名都送人，这就正大家要祝福。这就与众不同啊！你这边啊，趁的好价啦，大家拢爱宣布你自弹自唱的歌。这条原啊吼，常常听你的节目才有的，敢若别人嘛无啊。讲好做地点啊歌。哦，迄地点啊歌嘿。啊，迄是你去倒位听？去迄个较早迄个科半的李炳辉因淡水迄阵煞咧地点啊啦。啊，这个歌真可怜。就是大学生拢去行地点啊嘛，啊，迄地点啊查某吼，发现讲啊，这大学生哪会遮爱我啦？啊，这大学生煞讲爱着伊了，我说啉酒安尼，无心情通好读册啦。啊了后，迄地点啊查某才讲啊，无安尼啦，我过来做女工啦。啊，若隔离了后吼，人后摆讲你的名声好咧。啊，你女工啦，啊无人讲啊，这地点啊查某啦，人迄就较无爱啊。这个歌有哪，有哪真可怜。青红蝶，地点嘛来，西装抹粉，面就是悲哀。予人无聊，暗流目屎，抬头看着所爱的人来。爱情好，小听谈，你是一个聪明的读书人，唔通为我风动下夜班。我愿为个在所做女工。哦，这个歌是咧，足悲的啊，足悲哀。这个女主角就是为着所爱伊重视的人，对，改变伊未来的路途，对，改变伊所走的头路。小等下吼，我要邀请一个为着伊所爱的人，决定无行艺界的人来甲你坐到底。小家巷，露水阴烟啊面目，可恨你一个看破你一人。有一天路顶红灯，
露水这呢重，一场美梦变成空。到底是要怨叹啥人？只有回来小家巷。露水阴烟啊明梦，可恨你一个看破你一人。小家巷，露水阴烟啊明梦，可恨你一个看破你一人。今来欢迎英国伫电视歌唱比赛连续过遮侪关，大家拢咧探听讲，到底柯爱丽对去？爱丽姐足大的功用呢，今日来开讲。大家好，我是柯爱丽。头拄啊，前辈，咧听我愿为哥改道做女工，为着所有的人转变家己未来的人生，转变职业。你的千金迄当阵电视比赛过关。那行业界吼，比你较出名，较出名。你共动对无？但是伊当初就啥，马维新甲彭恰恰主持的。我还会记得碰过甲访问迄个镜头啊。对，哎呀，你实在足专业的，爱得第一名的啦。我咧甲讲，我讲，卖啦，你莫行这条路啦，你行这条路吼，无下啦。你了，伊啥个招戏？我知影迄当阵是有国际公司要甲签哦，你嘛甲动哦。有我动，我唔通，因为咱知影，大牌的歌星，国情啊你嘛知影，对无？迄行过路程哦，免哪去解说啦，迄无法度，咱无爱去做这款代志，但是环境会去做你这款代志吼。免讲，迄就唔满啊！你姐迄个时阵是完全听爸爸的话，还是感觉讲对爸爸颠倒感觉有怨叹？还好我就听我爸的话。然后小时候想说，去比赛好玩啦，然后千万不要输就好，因为会被邻居笑。然后去学校可能老师同学也会笑，就希望赶快过关就好。结果今日大家听到你咧唱，我甲讲吼，你的技巧。你的歌艺拢无退，同款遐尼迷人，尤其唱爸爸的作品，看破你一人，头一摆吼。对，第一次唱。这条歌前辈，如果是啥物情形写出来？人，我咧讲人吼，有时啊吼，那尤其男女之间吼，唔通去勉强，强挽的果子袂甜啦，强求的爱情吼就袂圆啦。我就讲这吼。这世间人吼，就是讲这感情吼，你看袂破吼，冤家相拍真好，总该安怎看破你一人。迄一定有一个景啊，因为你讲的啊，有一天路灯暗淡，一定有拄啊一个时间，你家己做务啊，是你看得上啊。我下班，一个查某囡仔吼，那行咧路顶遐吼，后门啊，佫湿湿安尼，我就坐计程车内底，我讲。有一天，路灯啊暗淡，山无爱领你一人。我就咧讲迄查某囡仔，可能你咧等你所爱的人，到落尾啊，等无想看破伊一人。迄暝露水阁真重，露水
姻缘啊、民望啊，对不？啊，么啊，看破伊是人。啊，这都明明你是说喊出来歌词甲曲拢你写的，啊，哪会听吼？连二八的世界拢共款，拢落一个瓜准营老师的名。迄老师，迄真正我的身躯边的老师，伊嘛说瓜准营，啊，无伊哦，你擦油擦的师傅啦，啊，真够伊安尼编曲安尼，但是嘛无法度。无法度是讲安那？无法度就讲，伊的作品较会用的，就是互我安尼啦。啊，其他写出来嘛无效。哦，什么真久啊，拢无联络。安尼爱小找一个呢？因为伊这个嘿啊，这无种个画看有。新闻厅唱一个，咱会全国才轰动。哎，知名度遐好，咱哩。啊，我讲是安那摕对花轮去的。花轮就是当处长来找我，啊，我从这歌拢怎予伊，迄好朋友嘛。我讲啊，无你摕去啦，看啥物人要唱拢无要紧啦，你免烦恼我，我毋是歌星，我是播音员。啊，人讲有福大家享嘛，党的嘛有唱，新闻厅嘛有唱，对不？啊，人个这歌都要知名度好的人唱，因才唱会起来。啊，咱嘛伫一个公彩作词家，名印伫唱片顶头。对啊，迄我是不在乎啦。咱感觉讲，若会当大家分享，啥物人红起来嘛无要紧安尼。我就讲，我身为播音员，其他的我都尽量不要跟人家争啦，对不？啊，是迄阵我做传输，我想着，哎呀，我就用安尼来趁钱啊！啊，我迄阵就无钱，通好买电台费啊，对不？啊，当时才开始慢慢稳定。啊，就一间纺织公司，纺织这个公司哦，算讲咱的文青人啊，咱就去遐有安尼叹一喙啊，叹一喙啊，啊，咱迄阵就欠啊，我嘛袂讲真后开啊，啊，阮某时啊，这算嘛真欠啊，养活家庭啊，咁这查某囝共款，啊，虽然某时啊毋是妈妈吼，伊甲伊嘛真好啊，啊，拢会拜六啊礼拜，拢会赛车来啊。要带阮翁仔某去食饭，安尼人生就好啊，毋好有你要搁安怎？以早迄个时阵，爸爸带你去日本，迄款的记忆，你还搁足少岁，还搁是囡仔。你敢会亲像爸爸安尼，感觉想起来真心酸，还是袂？袂呢，迄阵袂啦，伊出来囡仔。我迄阵哈3、4岁嘛，我袂记得我几岁，足细汉的。我会记得就是阮爸爸拢会去掠水鸡。然后掠一堆，然后放在浴缸内底，然后一缸抬一只，然后炖蒜头互我啉。日本的高尔夫球场有，啊，我有一天甲林国峰哦，我想奇怪啊，咱困伫个度假村啊，啊，哪有迄个牛的声啦？啊，阮就喺暗时啊吼，就喺对个高尔夫球场啊咧爬起嚟安尼用爬，哇，看到迄啊水龟讲啥，还有咧牛蛙啦。足大只的啦，好啊！阮就讲，咱来超商吼，买迄落肉，较大块，啊免鱼胶啊，敢若白肉吼，蛋起就加唔放，甲拖起。我掠起来吼，好啊一只呢，我食，啊较食，有大只牛蛙，炖迄个蒜头，互伊食。前辈，你敢毋知影做这个工课，犯法？日本人来看摕电视的来甲你掠。阮咧采迄个牛蛙的时阵啊，啊本来就去看到，讲哎呦可爱哦，那咩呢？去啥呢？伊讲吼真惊啦，啊垃圾鬼，伊迄个到路尾啊砍落去嘛是食，对啊。我想讲哦，迄日本人感觉讲台湾人遮幸运，来观光佚佗的尔，你甲阮的水鸡掠去抬。我按哦，台湾哦，我看你头壳送呢，我这钱哦真贵呢，
伊讲好，到路尾伊嘛落食。这叫做漂泊的人生。甲即马嘛共款漂泊，真辈悠然潇洒。即马咱种，咱查某囝讲，大家有个平衡的生活啦。伊莫互咱烦恼，咱莫互伊烦恼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即摆就希望阮爸爸就大家就欢喜的，自以前甲即摆都毋捌改变，所以希望他继续保持下去。然后因为现在都孙子嘛，有好几个孙子了，所以以这个态度的生活方式，然后也给孙子看到这个榜样。就惊牵的啦，手骨甲牵的啦，歹势啦。歹势啦。啊，无多啦，咱袂当讲安尼迄种生落来就安尼，啊直接啊连续啊，甲因咧身躯边啊迄度，嘛都爱走来遮走来遮啦。啊，但是哦，你无论你生囝了后，无论你走到倒位啊，这心肝就是拢咧囡仔遐，啊，敢只敢想，有啥物钱通好趁，较紧寄转来互伊。古早人讲说龙年流年啦，无头无路，啊念要走来遮，念要走来遮，我嘛感觉我阁会拄到一寡好朋友，阁会生存的啦。哦，啊，这人生就是，就毋知安怎就是。你咧讲的，人生亲像海水，海水。啊，毋过起起落落的中间，咱嘛望讲，愈行愈稳定。前辈你讲的，变化无要紧，啊，毋过未来，咱只要安尼平静啊过，咱就感觉知足，对啦，就感觉满意。对啦。今仔日实在欢喜，观众朋友，遮尔济过去听过看破你一人，听过离别的誓言，遮的好朋友，看到原作者，阁有足久，你过去看的比赛，原来对有印象的可爱你，来节目中，前辈你原来我邀请，咱伫心所爱的歌镜头前，印一个名作词家歌镜中，互阮久长流传的手艺，前辈来请，对哦，来，那对。来较大个。前辈请坐，咱坐，请坐，来你坐。今仔日才了解讲离别的誓言，看破你一人，这是歌境中的真人实事。多谢前辈，多谢爱你姐来开讲。心所爱的歌，下回再过来开讲，多谢。